大家好，歡迎翻到嚟 JM9LG 嘅 GPJM9 2025，又係我肥王啦。今場係英國嘅銀石 Silverstone 站，如果有你哋嘅支持，相信肥王喺不久嘅將來咧都有機會踏上英國銀石呢片土地去為大家報導啊。不過而家咧就未有起動資金，住要儲下錢先。如果你都想睇肥王帶你去銀石度睇賽車嘅話咧，不妨叫多啲你嘅朋友入嚟支持我哋嘅片啦。帶領 JM9LG 脫離光合作用期，靠晒你啦！去片頭，去片頭。この番組にはスポンサーがございません。今站可以話係令一眾 Wallow 同埋 Yamaha fans 夢碎嘅一場啊！領先住5秒，竟然係壞車收場。呢間廠冇用㗎啦，翻去做鋼琴啦。Yamaha，辛辛苦苦攞咗3場鋪嘅 Wallow，一開始已經喺頭位帶住啦，諗住實食冇黐牙啦。點知竟然係個坐高裝置出事，壞咗棘住出唔翻嚟啊！肥王咧本身都擺好個陣咧，想做 Glory Hunter 噶啦，不過睇到佢壞車嗰刻啊，真係爭啲眼淚都滴埋出嚟。先帶大家翻去星期5嘅銀石啊 ，FP1 奧古拉就炒咗車，懷疑呢個左腳骨折，所以咧就唔能夠參加今場餘下嘅比賽啦。去到 Q1 跑第一嘅係 Luca Marini 同埋大師兄。上到嚟 Q2，第一係 Wallow 攞鋪，第二係細佬，第3係 Bettner，第4係93，第5係 Eldiger，第6係 Jack Miller，第7係 Digia，第8係 Luca Marini，第9係 Sarko，第10係大師兄，第11係 Bezzecchi，第12係連仔啊！去到星期6嘅衝刺賽，頭位嘅 Wallow頂咗唔夠1圈就俾93爬咗頭啦，仲跌下跌咗落第7添，而爬咗佢頭嘅93喺第2圈自己 run wide，將個第1讓咗俾個細佬啊！結果就係由細佬終止93，連續6連霸衝刺賽稱王啊！咁衝刺賽咧都冇乜特別嘢啦，所以唔花太多篇幅去講啦。咁啊，衝刺賽成績就細佬第1啦，93第2 Digia 第3 Bezzecchi 第4 Sarko 第5 Bettner 第6 Wallow 第7 Acosta 第8 Miller 第9 Luca Marini 排第10嘅。哇嗱，精彩啦！眾所周知，銀石咧都係水戰多，喺呢一個1年落200幾日雨嘅國家，今年竟然係乾地啊！開賽先第一隻彎咋，細佬就已經撈嘥咗啦。93就排頭位 ，Wallow 第2 ，Bettner 就排第3。嗱，講真係唔明點解啊！大家都係揸嗰架車啫，但係93起步係特別快嘅，明其實佢係第4起步嘅。2個彎佢就上咗第1咯。不過第2圈就到93炒車啦。賽會咧就出咗紅旗，原來唔係淨係得93炒車，仲有大師兄同埋大姨都炒埋啊！呢個令大家諗起呢個巴頭嘅組合啊！咁賽會咧就發現賽道有所以出示紅旗啊！咁由於領跑車手未賽到3圈啦。根據賽例咧，係會重新開始比賽嘅，使用 Quick Start Procedure，然後20分鐘喺當地時間嘅13:20重開啊。而重開嘅賽事係會扣翻跑咗嗰個圈嘅，即係話由20圈跌到跑19圈啊。唔記得咗 Quick Start Procedure 係咩？唔緊要，又等肥王解釋下啦。喺 Pit Lane 綠燈着咗之後，車手有60秒咁多可以離開 Pit Lane啊，跟住就會直接進入 Sighting Lap。Sighting Lap 完咗，翻到嚟就會直接入到 Grid， 就準備開始 Warm Up Lap。喺 Warm Up Lap 跑完一個圈翻嚟之後，又係翻入 Grid， 咁咧就會正式準備開始比賽㗎啦。個分別就係而唔係好似平時咁樣 Sighting Lap 完之後咧，就大家啊起晒大架啊，跟住有啲姐姐舉住牌行嚟行去咁樣啦。嗱，今次重開最大得益就係馬氏兄弟唔係馬昆斯兄弟先啱。佢哋兩個都炒咗啊嘛，但係佢哋兩個炒其實都唔係因為嗰笪油漬嘅喎。你話係咪執到先？就好似打機翻上一個重生點重新嚟過咁樣。嗱，呢個時候肥王都執到啦。話說咧，當日咧我係未翻到屋企嘅，啱啱食完飯，就係多得嗰個20分鐘嘅重開我就順利翻到屋企啦。
去到1320重開比賽 ，Bednar 就進佔咗頭位 ，Walo 跟住第二，細佬啊跟住第三，亦都冇同前面客氣啊。跑咗幾隻彎，暫時係 Walo 攞第一 ，Bednar 攞第二，93排第三啊。第四嘅係 Jack Miller， 冇錯啊，你冇聽錯啊 ，Jack Miller 竟然係排第四啊。咁第五係細佬，第六係 Sarko。去到第二圈 ，Walo 已經拉開咗1.2秒啊，佢嘅 pace 係非常之快。Walo 咧就用同其他車手唔同嘅頭遠尾中，睇嚟佢嘅策略應該都係一開始就想走先嘅啦。去到第二圈，93一個 run wide 就跌咗落第五位，俾 Bednar 同埋 Sarko 一嘢就冚咗上嚟。咁啊留意翻啦，今場攞 champ 嘅 Bezzecchi 而家仲係排緊第9㗎。去到第三圈 ，Sarko 同埋 Bednar 爭緊第三嘅時候，93咪竟然偷襲啊，慣犯嚟啊！一嘢就攝入嚟，隊友都冇情講啊！不過就攝完嗰下，唔知係 lay brake 唔成功定乜嘢啦，一嘢就衝咗出去賽道出邊喎。阿 Bednar 又傻更更跟住啊動直架車，結果啊兩個一齊啊衝咗出賽道出邊啦。到佢哋 rejoin 翻嘅時候，已經跌咗落第9同埋第10位啦。咁好快 Bednar 就好唔爭氣咁樣跌咗落第12位啦，亦都更加好快地好唔爭氣就炒咗車啦。咁喺 Bednar 炒車嗰刻咧，連真係爭啲懟埋佢噶，好彩避到咋，哇！真係好驚險，非常之近啊！而喺前面嘅 Bezzecchi 已經穿過咗 Joan Mir 同埋細佬嘅車龍上到嚟第4啦，去到第6圈仲過埋前面嘅 Jack Miller 同埋 Sarko 上到第2添。咁按照慣例啦 ，Jack Miller 咧就會自然分解嘅，大家都唔使太擔心。所以 Bezzecchi 同埋 Sarko 嘅爭鬥就好睇啦，應該。而93都好犀利，好快就由第9名追翻上到嚟第4名啊！去到第12圈就係一眾 Walo 同埋 Yamaha fans 心碎嘅一刻啊！真係好失望，帶頭贏緊差唔多5秒嘅 Walo 竟然舉手啊！哇，嗰一刻真係爭啲眼淚都滴埋出嚟。講真，睇我咁耐，你都知其實肥王係 Walo fans 嚟㗎啦，唔係 Glory Hunter 嚟㗎嘛。哇，同 JM9LG 一齊睇緊直播嘅大元哥啊，嬲到話要即刻賣晒所有 Yamaha。唉，我都唔識講啊，有睇直播你就明啦。嗰一刻你睇到 Walo 嗰個表情，嗰個無助樣真係好心噏啊！好慘啊佢，不過馬照跑冇照跳啦，喺第2嘅 Bezzecchi 就執到嘅死雞啦，一夜上第一 ，Sarko 係第2，93係第3，真係大癲啊！93竟然上得翻凳仔啊！不過第4嘅大師兄都冇俾面，喺後面窮追猛打，咁啊到底呢個窮追猛打嘅過程係點呢？因為就係太激烈啦，所以我都要偷睇翻稿先，大家準備好未？咁大師兄咧先係一個彎心入攝過咗93啊，再俾93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喺彎心入攝翻佢啊！大師兄再嚟多個頂頂入彎嘗試破壞93嘅入彎路線，可惜左彎完咗之後係一個右彎，殺人500自損1000啊！最尾終點線大直路出彎，大師兄唔夠 GP 咁快啊，輸咗一個頭佬咁大把啊！哎呀，我覺得我練多幾次咧可以去講馬噶啦，星期日。咁啊，最尾賽果就出爐啦 ，Bezzecchi 啊執到第1 ，Sarko 係第2，93第3，大師兄第4，輸93 0.017秒就啱啱嗰個頭碌。咁細佬第5啦，阿 Costa 第6 ，Jack Miller 第7 ，Eldiger 第8 ，Digia 第9 ，Joan Mir 第10啊！啊，最近唔知你有冇發現好多人都玩一啲成年人嘅玩具咧？唔係你諗嗰啲，係玩玩具車先啱。冇錯啦，就係全新嘅平玩1:64系列雙先啦，會有 JM9LG 帶你去睇1:64改裝嘅全過程啊！務求以最低嘅成本玩車，有咩車想睇嘅即刻 click 入去留言話俾我哋知。咁當然今站就要講 Walo 先啦，第3場鋪，第2場完唔到賽，對上一場係炒車，今場係壞車。一眾 Walo fans 應該同肥王一樣，而家都仲係有 PTSD 嘅。到今日為止啊，星期2見到 MotoGP 官方訪問 Walo 嘅片段啊，喺佢揸咪嗰一刻，佢都忍唔住流眼淚，都根本上進行唔到個訪問，真係好慘。講翻正賽啊 ，Walo 咧車胎咧係揀咗頭遠尾中啦，睇嚟佢嘅策略咧都係希望一開始咧就走先啦。咁頭遠 high 喺賽事入邊咧，雖然喺頭段係佔到優勢啦，咁但係個磨損亦都會比中胎同埋硬胎更加快，咁所以去到後段咧未必撐得住嘅。講真，咁啊事實證明啦，唔使等胎號啦，咁個坐高裝置就已經壞咗俾你睇啦。
咁啊，雅馬哈呢一個故障率咧，講真咧，呢排咧都好似有啲少對唔住呢個世界冠軍啦。咁當然啊唔止啦，蛙奴嘅隊友同為雅馬哈廠隊嘅連仔都係壞呢個助高裝置啊。不過佢係最後一個圈壞，所以好似對呢一個賽果冇咁大影響啫，唔代表佢冇事啊。咁啊，啲台仔就話呢啲鳥事啊，成日都發生喺臘肉身上。咁啊，講翻轉頭啊，雅馬哈咧當年係出呢個12,000萬歐羅嘅合約去留住蛙奴喺雅馬哈廠隊嘅。之前都有講過，呢一個都係算係一個幾高嘅價錢啊。作為觀眾嘅你，講真，你覺得蛙奴留低係咪因為錢？咁 Bezzecchi 就攞咗久違嘅分站冠軍啦，對上一次已經係600幾日前啦，2023年嘅印尼站啊。銀石咧對上3年2024、23同埋22咧都有杜卡迪車啊上頒獎台，要數到2021年先冇啊。當年就係蛙奴攞第一，當時仲揸緊 Suzuki 嘅連仔攞第二，揸亞皮嘅大衣攞第三，而今年亞皮嘅 Bezzecchi 攞第一，Honda 嘅 Sacco 攞第二。杜卡迪嘅93就攞第三啊！你話如果蛙奴冇炒，今年喺銀石站就可以破咗杜卡迪呢幾年嚟嘅壟斷啦。咁可惜啊，蛙奴炒車，即使由 Bezzecchi 帶頭都破唔到呢個壟斷。咁留意翻啦 ，Bezzecchi 咧其實今場咧係 P11起步啊，即係話佢嗰個 Grid Progression 係進咗10位啊，定11位啊？咁啊一路追到上嚟，第二喺蛙奴身後啦，真係俾佢等到呢個機會。今年轉頭 Aprilia 嘅 Bezzecchi 睇到頭幾場嘅成績咧，都仲係適應緊架車，加上佢隊員嘅長期養傷啦，咁就感覺上佢有少少好似孤軍作戰嘅 feel 啊。咁啊講到佢長期養傷嘅隊友啊，梗係講起科希馬田啦。2024年嘅世界冠軍科希馬田喺今年2025年因為傷患同埋各種炒車原因啦，一場比賽都冇完過賽。早排仲傳咗佢想解約跳槽嘅消息添。係啊，呢度嚟到大地震現場，哇！科希馬田啊，喺今日5月29號夜晚7點 ，IG 出咗個 story 啊，表明佢2025年完季之後啊，就會正式離開 Aprilia。到底佢係咪真係會去 Honda 呢？有市民就話，當日杜卡迪簽咗93，唔簽科希馬田係最正確嘅決定啊！暫時而家 Aprilia 嘅官方未有回應啊！特別報道去到而家，皮王都要走爛啊！係咁先，交翻俾直播室。咁點解科希馬田會想 approach 其他車廠呢？原因好簡單啫。因為科希馬田張約咧係去到2027年嘅，不過2026年好多車手都完約，咁如果佢要等到2027年咧，佢就會錯過咗2026年咁多車手完約嘅更加多選擇機會。換句話說，等到2027年佢少啲嘢揀啦。至於點解佢想離隊呢？可能係俾架車嚇親啩，揸親都炒咁滯。不過今場 Bezzecchi 攞冠軍，亦都恰好證明咗俾佢睇，其實呢一架 Aprilia 係有實力嘅，未必一定係架車問題啊。至於大衣科希馬田嘅好朋友就極力否認有游說科希馬田去 Honda 喎。當年大衣一走，科希馬田就去咗 Aprilia 啦。咁依家大衣喺 Honda 度做測試車手，大衣又同科希馬田咁老友。呢個世界真係好多巧合嘅啫，你話係咪啊？哈姆太郎。下一站要數到2個星期後嘅阿拉岡站，正賽時間係6月8號香港時間夜晚8點鐘。今集嘅 GPJM9 就嚟到呢度，中意我哋嘅片記得 like、share 同埋 subscribe， 撳埋個鐘仔，咁我哋有新片就會通知你啦。我哋下次再見啦，拜！喂，記得啊，平玩1比64，即刻去睇。